國內為業培養客家戲曲人才嘅台灣戲曲學院客家戲學呢，6月初7、初82日會喺宜蘭嘅木柵校區推出岩土公演，由23名業界來畢業嘅學生會點出一年10年來學戲嘅功夫，會帶領學弟妹總共有60位演員，會做2出客家大戲。愛家同三創韓國免費，而能愛結合片台劇場、燈光同布景，愛民眾感受客家戲之美。新冠1月的愛戲因土橋發發咧同三創，陸空見過4月咧5年過，沒想到5房看到佢，就意外到佢，啱啱留佢留下來做假路過。同三創老家時嘅嗰部將變法術迷路迷差揭開，陸空還有妖怪、上空上血會老同神怪照。會看到同三創會有一些愛戀嘅情節，故說係對人來講係特別挑戰啊，因為同性會談戀愛，係非常應該講頭擺冇看過誒，因為太戲第八度啊，就會加一些咧小戲，有豆腐夫妻第八度一條嘅小調部分。台灣戲曲學院客家戲學呢，畢業班的學生喺當地嘅練對《西遊記》改編的客家大戲，愛家同三創結合片台劇場、燈光同布景設計，希望展現好嘅10年戲嘅功夫。就希望講可以俾大家看到佢哋嘅文戲也可以，武戲也可以，唱也可以，念也可以，做也可以，演也可以。愛家同三創，等於講大家較熟嘅武戲嘅故事啦。高峰表示，佢是客家戲學呢有30名學生嘅入學，完成當陽節嘅訓練，一直到大學畢業嘅某一班，每看得出愛上述傳統戲曲冇人改。今年畢業生表演嘅戲曲包含愛家同三創同免費2出客家大戲，希望民眾看到客家戲曲之美。韓國記者調位新聞，客家新聞來關於陳鳳儀特別報道。